啊，各位聽眾，歡迎人來檳城福建嘅節目。這個禮拜我人要講食菜，本地是頂一個禮拜是食菜去啦，切阿面9月切9去救王爺，大日子。特別呢，因為頂一個禮拜我人要講 iPhone 嘅 iPhone。announcement 是10月4號出嘛，所以我咪 before 10月4號時講嘛，所以我人較早落去啊，你檳城福建電器店，但是人要來隨我講，你 technology 嘅話咧，人就使來禮拜啊無季節，到底來成個幾個時候，你看我人講一個關係電器嘅物件話題，所以禮拜我哋特別嘉賓會介紹者。起來講，我人講食菜呢，就是應該是當今有真正有口學，真正有喙學嘅呢，佢通食菜呢，當今就是我人嘅老椒滾水罐，冇講得老啦，一般來過。睇嚟呢度播嘢啦。滾水罐歡迎。係 ，Thank you, John. How are you? Good. 誒，福建話問Becky。歹勢，我隻菜食了了。แล้วก็我人老椒3bài啦，讚歡迎。Hello， 大家好。แล้วก็บาลูกาขี้來นี่是บาลูกาขี้來是ขี้檔啦，บาลูกาขี้來，把請起來就是我人波摩白歡迎。你講咩啊？我冇白，你聽到啊？你唔使聽到啊？呢度是嗰邊呀？你唔使聽到菜呀？我冇白，你聽到啊未？我冇白。Hello John。哈，聽到啊？聽到lu，我talking actually di restaurant jadi na。你可能對其實你個 contact 我用 Skype 跟我講。好會使，so lu ai start 咧佢。我等 start 兩個食菜先。Next topic 就是 iPhone 咧嚇，咁樣。talking restaurant 食到菜嘛，我 today 食夠。哦，你咪講者哦，嚇嚟。講啊。講啦。第次食菜咯。嚇。你食菜了talking 知道食是正嘅菜啦。Last time the last few years 我食咩啊？我食用豆皮做物件嘅食啊，就雞叉燒、雞燒鴨咩啊。一食 protein 上關掉夠。哦，所以你咪使食上對嘛？你冇食你食 protein，你冇食你食豆啦。係啊，冇食你食豆，所以talking 食嗰是青菜哦。哦，你去係咪 restaurant？你去食菜 restaurant 啊？當今條。talking 食菜 restaurant 這裡是我 today 吹到嘅店是叫做 Kejara。Kejara 是 actually Kejara 伊是Tibetan monk 開嘅。哦。แล้วอีกตัวนี้ว่าขี่是ตัวที่กำลังโคจริง mall 叫做 Vivi。แล้วตัวที่ว่าแม่ว่าหลาย Kejara 是ตัวที่โคจริงตัวว่าที่ปัตตานีใจอ่ะ。哦，แล้วลูกก็จะ去你個考看嘢呀？我啦，看嘢ตัวที่ชูตันเนี่ยก็รู้講話แล้วว่าการเราเขาเนี่ย。你個老狗驚，你當今是我嘅 CNN reporter 啊 ，live view reporter。This Uncle Bob reporting live from Kejara Oasis Vegetarian Restaurant。對，你講完聽啷點菜未？我食菜食 first round 啦，佢愛等愛食 dessert 食 cendol。哦 ，first round 講完聽 first round 都點咩菜？啷講我講。OK，today 我人食行嘅湯係啲 claypot 湯 ，claypot 叫做咩福建話 ？claypot 叫做灰煨嚇。灰啊？灰咩？灰是即係灰是係咩 ceramic。claypot 是係咩？幾多沙煲啊？係咪沙煲嚇？沙煲嚇？沙煲。有嚇。claypot 係菜一半。呢菜是係咩？呢主係咩菜？呢菜係咧青色 broccoli 叫做係咩我唔曉哦 broccoli 是啥？高麗菜花。唔是高麗菜花，高麗菜花是 cauliflower。哦，係你白色。伊內邊菜花，特別伊個有一個青色嘅 broccoli。對。Sorry，我忘現掉了。carrot 是紅菜頭。菜頭有加工
炸公雞哦，炸公雞啊炸公雞啦，個這咪伊個豆啊，Snoopy 啊，Snoopy 是一條嚟邊一粒一豆嘅。啊，日本是 edamame 啦，啦福建話就比較有就是啊。啊，伊唔使叫 Snoopy 咩咯？啊，老細一豆，青色嘅豆。荷蘭豆，荷蘭豆對，荷蘭豆。啊對。啊，荷蘭豆對。啊，了食菜，即係食菜高級嘅啊，別使食啊咖喱。蒜頭加上迄物件，敢若有包嘅啊，伊包是就袂使一粒一碗咧，就伊敢若袂使食，所以你啊 spring onion 物敢若袂使食，你種是袂使食哦。唔知。因為伊人是講食即物件啦，honey。哦，食起條，食起條，所以袂使食咯。哦，食了袂整三擺，了所就袂使。食整骨腿整三擺。啊對，一整骨腿就要解夾咧。啊，你放嘅時候嘅烘起來，所以別啊，所以別使食咯。了，即個鹽啊，連cheese 啦，牛奶咁別使食咯。啊咪，你食係你叫王爺未係食牛奶嘅咩？啊，都幾 modern 嘅，為人講會使啦，但係我對 traditional 就落來我冇食咯。Anything from 我嘅物件出來就別使食咯。哦，但女都未使啊？啊，女都冇食，女都袂使食。誒，叫王爺係使啊嚇，叫王爺係食菜。啊，我人食叫王爺咯，所以我唔敢食咯。我是成日是我會記講，即幾樣袂使食，所以都基本都照對啦。แล้ว特別為人我講是都兼加凊彩會使食，特別我唔敢食啦。哦，แล้ว你食幾節？食9節。哇，食9節！誒，你食我咪講食9個嘢，食是都個有 continue 食，有人食30節咯。成個我可以白人呀，吃九隻了你生意人講嘢黑我係聽開錯咧，食白啦咯。誒，我每少少白啦咯。你當然去一間食菜嘅店，當然你去食條嘅，伊是食伊是平常時本未食菜物件，是干那嗰隻用嘢是個未。啊，無，即個算是幾年開個了。哦，你是特別點嘅面啊，係特別點會教嘅，所以開幾年。哦，誒特別伊拉有食蒜頭嘅人。有冇食蒜頭？特別有食 cheese 甲有食 butter 嘅。哦。因為 cheese butter 甲牛奶 ，because 有一個 dish 是食菜嘅芋頭米粉入邊係牛奶嘅，所以我唔敢食你咯。哦。你我介紹者，後邊菜店，即係禮拜我能講，大擺我講叫王爺，你我能是 focus on 佢哋幫人講佢物件。啊，今年咧我是感覺到，我未講佢哋是會講關係伊食物件，伊 cuisine 你知道 ，because 食菜啊是變做一個嘅特別嘅一個嘅 style，伊嘅食物件味素，而家變做一個嘅 style 嘅。你講下你後邊攤食佢但係你食佢煲係啊？啊，煲嚇。แล้วก็จะเป็นhàng菜呢咩？你叫？啊，我食煲咧食即個苦瓜炒迪加雞。哦，迪加金少 protein 啊？豆。嚇，迪加雞係咩？迪加金少 protein 啊？啊，迪加雞有啦，淡薄嘅啦，我冇去輪煮食你叉燒啦，而家一大堆啊，所以我食淡薄啦。所以食你伊是炒甲芋豆啊，你成個人食豆豉糊嘅你豆豆。對。啊，你我 favorite 嚟咯嚇。食胖嘅哦。就拍嘅，我叫隻羅漢啦，叫糯米。啲糯米邊咧冇是我嚟條 KL 㗎，就係講有一個啲嘢啊。伊是咱用咱那個魚米特別較貴啦。伊超嘅湯啊，是就咁樣食炒飯就咁攞嘅湯咯。哦。啊，แล้ว伊米肥肥แล้ว伊你食錯物件就特別都兼做菜沙裏邊咪是係豆腐係usual啦係佢菜花係 carrot 嗰啲物件咯。哦。啊，แล้ว你食咧，好多時option 你使係豉嘅青雲椒，啊冇你使係鵝菜。鵝菜成日食咧胡椒係咯。啊，先食胡椒黏黏嘅，同食胖嘅，是哦，對我冇食過啊咧。誒，是啊，知唔是定到咱去係咧？咱去係咧南洋嗰邊食，唔是講咱短期時都叫啊，即係關注關嘛一啲哦，咱去食是。啊，對，係錯。要係錯嘅叫。我冇白你叫，因為是成個煮嘅物件係有菜錯，特別即是食菜啦。有你講同埋個芋頭米粉嘅時候，咪係古靈，冇係。啊，要係古靈，特別你食菜燉嘅人會使食咯，所以我冇食，所以冇叫咯。哦。芋頭米粉你芋頭是係咩啊？你硬講糊嘅芋頭啊？
好啦，fish 嘅芋頭啦。我知特別咧，芋頭都食錯乜啦有，阿面食哦，伊人用去做嘅啫，當時用地加機咯，地加機做嘅，就水成個一地芋白咯，係去 deep fry 嘅，伊米烤餅，伊包紫菜，伊包紫菜都紫菜，我咧整個芋皮啊嘛。哦，哇！一直在搞嘅，睇人個講法，樣只搞真。搞我未記得講前嘅，咁啊炸 Q 我人食叉福建叉就，伊嘅福建叉裏邊啊，一地我，我成個白油布咁好食啊！一百油泡，所以叉福建叉叉衣服面，你食的一百油泡，一味素冇差唔多上咩？伊味素伊冇咧炒，伊冇咧油啦，如果咱食係白油泡豉油嘛，即係冇伊用菜油啦，特別一地咖喱該香啊！你我個冇咪吹大嘅，所以意思是講伊嘅 MSG 係冇咧調，伊係真係冇咧調。而排係咧，點點你知我個處理過呢個被 Caesar salad 啦，呢個被 spaghetti， 呢個被 pizza 樣樣。啊！你這是這個叫王爺是夠嘅啊，是平時冇俾。我經驗是平常時有嘅咯，一旦嘅平常時有嘅。特別我嚟到今嚟經 B 嘅是伊個細間嘅啦，伊無被點心，我人頭晚食 lunch 是去這個 L 嘅啊，甲大間伊點心啊，伊個皮啊，伊個蝦餃燒賣，餃子燒賣啊，皮甲好食，佢真真我食錯嘅餃子燒賣，真係好食，伊個雞骨雞 Q。會人苗做一定嘅，你只隻對眼係破嘢嘛，啲白破呀。伊個雞破，雞好食就對啦。Lucky 講，當晚當今 Lucky 咧緬甸嘅餐館咧，當晚早起時都是幾大隻，你衣服咪幾大隻。早起是上炸啦，特別伊是無上嘅地點，伊無上嘅 branch 啊。無上嘅 branch 掉。你講話伊名啊，我寫起來，或者我對時我去 try。KECHARA R for Rangoon. Okay, KECHARA 嚇對。Kechara Oasis 是伊嘅 full name 啦 ，Kechara Oasis Restaurant。Kechara Oasis, okay。呢個真係冇行物件，呢個真係物件是一堆地啊，伊個紅光嘅金線啊，伊兩邊嘅珠係一大堆面從伊邊來。然後伊這個是即 Oasis 間人是好多隻物件。因為佢隻股咧嚇，出名嚇。伊到今的this year 講有名 ，the last few years 我有對了伊樣樣。因為伊 Facebook 對嘛，伊 Facebook 也是叫做 Sam Rinpoche 啊 ，Sam Rinpoche 是伊會上來咯。你對伊 Facebook 看伊 Facebook page 啊，去看啦，看到嘅咯。因為伊啲灣有淡薄有 retail shop 嘛，你伊啲價錢所在。邊頂有嚇？邊頂冇過啊？冇過，我全部冇過。我看邊頂嘅出名本應該係成功本嚟。特別講喎，人哋你隻邊頂咧嘅落邊咧借咧。要我差唔多愛講，因為嘅路邊邊嘅路邊嗰啲辦事啊，所以應該未。但係之前只辦事物件，阿邊compare 咪講咁邊咧住落去啱嘅食材啦。但是講compare 加 KL 啦，頂住我甲學下嘢去食啊，嘅食材，呢啲所在是經嗰啲灣有大媽嘅咗。3人食120幾塊，我佢食無半行。แล้วจะเกิดจากว่า restaurant อันนี้สวยอันนี้ link design ก็จริงๆอาจจะลูกที่ขวาว่า Facebook ลูกตัวขวาที่ว่ามา Apple บางกับโพสต์เนี่ยล่ะจะเสียสวยอ่ะจะมีกี่ว่าเราก็แค่จะนอนหลังหลักที่เขาก็ทันจ่าโอ้เป็นไปอ่ะนี่ก็เนี่ยแต่แปะเลยมีเกี่ยวกับแล้วอีแต่แปะตัวสีว่าเราที่ไอ้ตัวสีเลี้ยวอีติ่มซ้ำเนาะติ่มซ้ำจริงจังไม่รู้อีแต่แปะมีเกี่ยวอยู่สังกัดแต่แปะทำมีสังกัดที่แปะเลยมีเกี่ยวใช่伊個伊個 dish 伊是成個 fusion 啦，特別伊邊個行物件是Tibetan style 嚟嘅，แล้วHokkien style 嚟嘅伊 dumpling แล้ว Tibetan dumpling 啊，都有，特別 Tibetan dumpling 我加菜伊裏邊係 cheese 嘅。好了，แล้วก็ญี่ปุ่น style 咧，伊湯係 miso base 嘅 soup 嚟嘅。แล้ว Italian 係 spaghetti 加係牛肉加 pizza。
伊個 restaurant 入面是有成個較關鍵嘅呢，情緒水，還是安怎？伊design 真水，真 modern 款真正 modern 呢，了伊內邊伊係淡薄，一啲啲呢咯，伊物件上講伊拍嘅 logo 啊，哦，誒，佢哋喺翕相應該幾好啊！嘅翕相應該幾好啊！比方對是我 Facebook 我 tag 你哋咯，會使。真正水啦，伊有真所在，所以特別到今我人來接 DJ 甲 setting，我去，我人去即個KL City 啊。我個多間伊會濟啊，伊本就真濟無像部門啦，伊一個部門幾大啊，成個你去 restaurant 食到啊，伊一刀會濟咁400人，互你做互你食到嘢。哦，真正濟400人到500人。呀，你頭媽講啷會叫食 dessert 條，你叫都甲來呢，就叫你我食個甲你講話。嚇，即叫你講要食真多呀？真多嗰邊咧，哎呦，好了吃呀，超吃。真多都唔是，真多平時都唔是蔗嘛，阿咪唔是醋嘅嘛。平時都唔是錯嘅，所以就所以伊厲害，伊其實已經決定斜落去咯。呢個印度嘅拉絲，我伊別甲印度真係物件像嘅嘛。像對。即係拉絲特別啦，yogurt 我都唔敢食，我先所冇食古靈啊，yogurt 我都唔敢食。哦，對，dairy 物件。所以感謝你啊，咁樣啊，即係現場嘅report 啦，即係食這事。無問題，到時我去鹿港個看鹿人個食物件，แล้ว我對家厝嘅家個講咯。嚇 ，OK，咱看你就會講，另外一個話題是錄音嘅時啊，我能頂一禮拜講起 iPhone 錄，你已經聽到啊，即係部幕白講嘅咧 iPhone 嘅話題一頂一禮拜。OK，感謝你現場嘅report，แล้ว我當然都去教我人即係 studio。OK，拜拜。感謝，拜拜。OK， 哇！但我嗰個現場嗰個 report 喎，即對侬當聽我想要食哦，18你唔是到 KL 本啊？18我啲我聽下要呢，restaurant 也盤也傾咧，嗬，傾計留咗，แล้ว計上愛食哦，你就知道係個啊，未記啊？我啲 France，安怎你就啲法國嘅？讀冊哦，你咪有講法文咯？淡薄，安怎講？特別法文啊，來我講下咪。講1、2、3。1、2、3，1、2、3。唔係咩？唔係安咩1是1咯，然後2是2，3是3。1、2、3、4、5。誒，你個會曉？我知道我會記我啲 friend 食物件係啲 restaurant，紅險有一個人講普吉，你知冇？然後伊為得講普吉，然後我看我啲小條伊講係咪？然後佢後原來伊是講 for who？哦，普吉，然後我聽有咩做普吉？普吉，安怎講係 French 先嚟講？普吉。哦，普吉，加啦，我講普吉加啦，我嗨。因為我明明都係就是你我剛才考到你係你跟住講乜？你到底邊樣嘅事啦？你頂到多幾 KL？我有一幫地理去 KL，but 還沒說。哦，是因為你到底馬來西亞是到底邊樣嘅事？你有食去過，也是有食這哦。我真正喜歡食這料，真正快 addicted 掉咯。你講我聽，你是平常時一日通天去咧食這店買呢，還是你是專門等你這個叫王爺誒傾著叫王爺係時間行落邊咧食這買咧食這物件時間去買呢？冇有機會我就愛食了。機會愛食，你是個食咩物件咧？我是個食嘢，係你係咪啊？柚子啊，係你吉尼啊。哦，即跟住講到之後柚子。我不要食，我今年食3隻。你今年食3隻啊？你這是你到底所以你是冇食啊？
對，我都邊會食，我去買 vegetarian 那邊也是一樣，甲你講愛係內哦，我聽到就赤驚。咱正食無嘅，叫人無。無只食叫人別使啥無白講嘅咯，from 怎會有名嘅動 animal 叫咩啊？嚇，有名有嚇，所以你個別使食咯。哦，食定仔啦，使食內。OK。แล้วก็tapi lu tapi 食成個 vegan 嘅物件都是較對啦。tapi vegan 有用咖喱喎。我聽人講，如果我唔知，我都係邊時人會，我去vegetarian店都冇 expect 講，人甲你講唔使食，唔使食，你個 spinach 個票真正唔夠，真正你唔使食嘅。啥人哋係換背，你個只使食，係你是，真religious 嘅人啊，聽講啦。所以我一幫較凊彩，because 我都喺邊古嘅樹啊嘛，所以真正唔夠，我自己禮拜就開始禮拜就冚啊。你方便嗎？even 你到底，所以你們定定冇食啦，你們特特。我細細漢對阿媽，我冇習慣冇咩啦，特別講食粗米粉啦。你寫成古啦，前年你上我咪啊，前年幾隻湯幾隻白嘛。前年寫三節。前年食三節未派啊嘛。然後你講你對個其他嘛即係阿莫丹唔是阿莫丹，上擺拉餐講嘅係油脂都不食過哦。捌看過，捌食過本，特別冇上睇數，冇上味素。特別正式嘅油脂，特別正式油脂都冇超就鹹，唔是咩？對，有一個味嘅。係咩？你捌食過正？你捌食過你捌食上百真正油脂？唔捌。所以你是講食錯嘅油脂？食錯油脂唔是食這？唔捌。捌啊！唔捌，我冇食過。別你，I think 你是特別，OK，我問你哋，做咩事你是個食你食這油脂呢？因為一加落去真正 Q 了，伊個淋伊個 sauce 起去啊，哇，真正熱咯。伊個 sauce 安怎？伊個 sauce 我感覺伊人是用像個烏豆油哦。袂講真正重啊，真清本嘅，然後你食起去。有下你味嘅，我未有講，鹹啦，鹹香，嚇鹹香，然後本真正歹解釋，因為伊人無用蒜頭，伊人無用鵝油，下面個了吧，伊人可以做出來嘅味啊，嚇，所以我真正 interest 到，我真研究。你伊只係 QQ 呢，成家正誒，有基本上淡薄 QQ 淡薄可能啦。伊形是安怎誒？伊是切一片一片啊！伊人切一塊一塊，了伊是豆筋啊，還是 ？Sorry， 豆筋用豆筋做。然後一掛一混介香嘅，意思是掛成個人掛砂糖，你可能係。真正嚟得，真係香嘅，看了介香。切，安尼拍叉過刀對。แล้ว我不打實際，你話冇咪家食你正油脂，不打我對提示去食你這油脂。冇咩味素嘅。冇咩味素啊，是個一醬手一醬啊食啦咯。你呢？跟住講你是家食安怎嘅食這誒菜呢？我食落我不想豆皮做嘅。我曉做。我哋要做，你 recipe 嚟。嚟，我講聽啊，真正簡單，特別我唔知是有咩什麼物件啦，特別這是我媽做啦，呢是我對做啦，我冇做過，特別我看做。So，伊是你特別用豆皮啦，豆皮咪是剁掉，就絲剁掉啦，剁地呢嚇，然後你就夾起對，你特別伊成叫嘅 sauce。伊 sauce 是唔知我咩什麼物件？伊 sauce 是豆油，五香粉。五香粉。五香粉個糖，然後淡白然後聽人講過係豆乳啥事啊？豆珠對，豆珠對。是唔是啊？對，你哋係豆珠冇被烹嘅。奇怪。伊是有豆油還是跟那豆珠？我袂記啊，叫豆油，這個是淡薄豆油，本嚟鵝嘛。然後係豆海食，糖係變鵝啊嘛。
啊，伊咧 come 來，特別你特別係淡薄啊，椒青淡薄，伊 sauce 個黑色淡薄，伊味看，伊 color 看個水啊個味真白白呢，白絲白絲呢。แล้ว特別你聽特別高嘅，特別別細小隻變甜嘅啦，係嘛？真係哦，嗰真係哦，我聽講。啊，你係未必係學豆油淡薄，學豆油糖，แล้ว豆珠加五香粉，我係記得都係五香粉。你時你就攪做伊嘅水，成個清清嘅咯。你時候你夾起伊嘅豆皮，你就夾嚟薄，伊咧是煮啦。薄一字，一時到อุ่隻咯，係 generously 係刷伊咧接到啲裡面咯。一爆起來，你對佢嚟吹，你爆起嚟吹聲，一吹聲啊！不，伊唔知我嘛是佢嚟吹下，伊梗係識嘅，because 你字咧咪是舊咯，正裡面啲喎，所以你特別佢嚟吹一可以識一下，淡薄識一裡面頭嗰時，你梗佢嚟煎嘅。because 他是你吹嘅是伊成個伊就黏到一地，伊成個較 manageable 啦，伊別成個愛別呢，往時豆皮愛別嘅嘛，所以你特別吹係軟嘅嚇，你食嘅時伊變做成個差唔多食豆乾啦，可能texture起，你個嘢係只個嘢嚟煎幾地，特別我係買呢，伊是要係即toothpick啊，你 toothpick 拆掉，所以你夾去煎嘅時，伊個被撲起來啦，可能所以係 toothpick 掉。然後簽掉伊條工嘅，然後你夾去鋪油咧，外口咪較加熱去咯。你下時夾起來啊，要緊啲 toothpick 就被掏出來，往隻把迄時切，哇！未記啊，切一半時，哎呀 toothpick 未記出來。你是你夾 toothpick 一下，你問看到你無講真正坎坷特別功夫是見講你煮伊嘅時會別啊，是夾去煎嘅時會破啊，咁咯。咪你正方便俾病定係煎？有買病的咩？有買病的啊？有啊，我當面有俾人買過的，比伊是只看介像啊形啊，咪味素無像嘅，無只。伊無像個人啊，一種嘅我知無完全無像。伊是較一種嘅較像個只係做豆機啊，真是豆機，像迄個養隻菜小肚叉燒嘅款。對。比做嘅形介像嘅。伊像個是迄個米粉嘅，迄個豆筋啊，豆筋，你是伊。我感覺馬來西亞好食。我是講食檸檬，我是講食豆皮，你伊成個淡薄較加熱嘅啦，你伊味素較香，味素較香，對嗰樣款。啊，一種個豆筋往時伊會做咧，有咧伊淡薄燒，伊上外口淡薄有味，淡薄裡面淡薄正噗噗嘅，你知道？夾夾，只咕嚕感覺伊幾料。係啦，是啊，伊成暖暖嘅，嗱不會啦，咱食你個香。人嘅夾拍當然都咪曉做咯，佢俾豆皮嚟啊，俾人做。豆皮嗰邊冇錢啊！啊，到時講咯，我頭先做嘅時呢，我馬來比較嘅時要做，有時講俾條伊豆皮往時較歹做呢，伊嘅豆皮愛別你知道？破嚇，所以那時你俾錢。所以咁運貝都嚟食。特別往時你去見，因為我當然想咯，未必肯定是要去買啊。伊買豆皮嚟做，伊未看考你咋？你是豆，你有見特別有豆珠。你後個 YouTube 好看。哎呦嚇！喺 YouTube 會。等我馬來星啊！等我馬來星嚟先做。明年來先，未必俾 camera 成個錄你叫你度了嘅 camera 啊，你啲嘢曬啦你啊！咪錄用 iPad 都。我你錄俾 iPad 都啊！我攞粒。攞粒一個啊，一粒好你驚啊！我廚師粒㗎啦。哦哇！我就等俾人一人一粒嘛，攞嚟小拍嘛。哦，一個驚一粒，然後擼個一粒，然後就嚟硬一粒。我用古嘅咯。哦，做麻線嘅啦嚇。好了啊，แล้วโอเคแล้ว你當今對佢本來你去搭一架會吹這隻物件來啫。Hello。嚇。哦，ไอ้ตำนอซาเก่ง好食嘅。แล้วโพเต้มันแบบว่าบ่มี會記伊拉名。你頂到是你到底有一個，你唔是到底破底咩？你到底一粒當嘅呀？我就知一粒當，แล้ว我有一幫弟弟 hang out 啲ไอ้ตำ啊，แล้ว去食，แล้ว我會記伊人一個柚子賣成個8磅還是1塊，真正貴。一粒啊？嚇！
真正貴。แล้ว有可能食浙江嘅數啊？我唔知喎啫，but I think 本是浙江本來怪做嘅了，then 個有一樣嘅食正嘅，佢哋鹹糊我真係熟㗎。哦，鹹糊對，食這鹹糊，講啊。真係咖喱哦，แล้ว我個真係嘅，我係媽是食正嘅，แล้ว要一罐嘅鹹糊，一個渣，แล้ว一下啲我頭前，我食到食一喙就夾一片嘅鹹糊，伊袂講鹹㗎，但係伊夾真咖喱真係好食。哦，你邊啲鹹有時安鹹哦？未比食粗嘅鹹。啊。然後舊嘅阿妹係半隻了，是伊半隻了嘢。誒，安怎你是賣一隻還是淡淡嘅呀？無啊，是真好啊，真咖喱嘅。哦，喲，我唔知，我上個是我冇食過，但冇咩記啊。我特別食過，先冇咩記啊。然後我真正暑假去迄個人教紅爺，喺啲嘅內啊。叫紅爺。sorry，不要緊。快啲嘅內，然後啲下邊食快流咗滿。我特別去，我會記位咧是特啲係個bloody good 嘅位咯。我係個講咩名啊？邊個唔記得？聽到最舊嘅 post office 入面，bus stand 入面，別係聽到舊咖啡店入面，一隻位嘛，哦，是唔是叫紅葉嗰邊？叫紅葉嗰邊咯 bloody good 嘅咋？但你講佢對邊？但你講下對，但你講對面。嗰邊先正。嗰邊有一間即 public bank 十米本嘅嗰邊，即係啊！你平時冇俾只物件，特別係哦，你講美bank 對邊？對啊，美是美 bank 哦。對，嗰邊先正幾間在對美bank 對邊。因為我哋但我哋嘅即係阿麥丹尼哥，什麼plaza？我哋講鹹糊，你不知啊鹹糊。好料哦！咩你講喺你搭配做嘅？我唔想唔捌食過嘅。因為炒錯嘅味咩？啥時用頭路做本有冇記錯？哦，可能嚇，對啦，依家啲淡薄鹹鹹嘅味。對。然後為人對食菜，你知有人去拜九王爺都千二張，聽過啊？對拜。古巴先生他同我是長朋友去拜，特別人講哋愛千二先，千二食菜來使去嘅。我即絕對來是我去，比坐車去無啥古巴用白去啊。嗰邊真啊，你拜嘅唔夾食嘅嘛，用煮便便。講咩下紅豆湯白玻璃炒米粉食飯有咩沙堆。哦。真啊，正正嘅嗰邊。佢就唔是啲成即啲普通嘅食菜物件，唔是炒米粉炒米粉就特別蠻食。食炒米粉，我你是食成日特啲人食熱嘅，咪食飽呢？對，食菜炒米粉人係電拿機。電拿機好似係裝嗰啲電拿機搞嘅。唔係咯，炒米粉前朝係電拿機啊嘛，有人係叫咩fried onion 叫咩fried onion？油葱。要唱乜嚟使食？冇啦，就菜係電拿機啦，種普通嘅只人係。哦，我平常時冇食菜，我冇試過食電拿機喎。電拿機就我食自助啊，唔知啊邊啊。電拿機我試過食。你是邊啲人講？電拿機啊，就種舊嘅，嚟加啊嘛，乜嘢加都加一。古邦煎咧，你係食七號啊，好料。特別有嘢食做啊，我係記啊，你講起。尤其是你想法，做係素，食咩本錢做啊咁㗎？嗱很煎啊，素就要可能阿乜做。我唔知係唔係心理作用。嗱一邊咧就唔夾咩唔夾本，或者別係只喺邊只做啊咩？唔知提起做係素，俾人個做。對啦，對。哎呦，喺邊阿咩本嚟食啊？喺邊自己食 stay chocolate 本冇素啊？即係邊咧食誒嗱啲啊？對啊，做成可能啊！我嚟整咪成，我嚟整只作咧本面啊，我聽。但啲馬來西亞只作咧成愛鬧佢聽嘅喎。
唔知是咩是心理作用啊？唔知是唔是心理素，特別冇啊！我應該是我同事冇笑伊啊，特別關事本有可能。可能我死行度行人講，哎，別接觸佢啦，做啊，接觸一隻肌肉，死行時就咁樣講話。係啦。誒，唔知，講咩食菜物件是成日，哎呦，平時冇咩通食，咁啊食菜是夠通食呢？小鼻起啊，就唔是。我食菜肯食，真正唔記得出嚟，就同樣小鼻起，即係小姐還是胖？小鼻起小姐。想下啊，這個呢？三百辣針，即係巧克力啊？唔是巧克力啦，食亂講係條拍卡嘴。係咪食這物件是干那叫王也是個通食咧？誒，迄呢啲物件，伊唔是有一種迄個什麼糖嗰啲款嘅啊？伊裡面圍一拽啊！我就驚。食甜嘅 dessert 嘅糖嘅，伊成個粗粗嘅糖，像 sponge 很特別隻咁白嘅啊！食風嘅。咩鬼啊？叫咩啊？叫咩啊？叫咩鬼啊？小鼻起唔會啊嘛得啊？妹嘛，叫咩妹你嘛？啊，會啊嘛？啊，你妹你嘛？哎呀，伊是甜啦，伊是甜嘅 dessert 啦，伊是貴嘅可能。伊白白嘅咧，伊裡面有像嘢條一眼黃色嘅咧，用咧黃色嘅咧 wrapper 包掉嘅。冇食過喎。喲，你冇食過咧甜嘅物件咩？我較少食甜嘅，我較少食鹹嘅。哦。伊吹馬。等你。伊吹馬嘛？還是我 try Google 看。係 try Google 看叫，特別叫，好看我叫咩啊？我想未起啊！誒，聽講誒，你 chat room 我冇開到，即係 chat room 個，等我看 chat room 點開啊？我只開 chat room 我 pop out chat， 等我去看看你 chat room 裡面人在講是係咪有錄緊嘅 chat room？錄緊有人哦，即係啊哈呀。會啦，叫講啊。啊，對，狗啊，係啊，狗啊。嗰另外隻女嘢咁未曉叫，唔知叫咩。啊，對，女嘢是迄個成個赤青咧嘛，係啊，青色嘅，伊成個 QQ 然後啲啲，哎呀，叫咩嘢？等我看下你，等我 try 看這錄講嘅隻錄人我知哦。等我看啊。咩狗啊，對狗啊，是迄個甜，啊，聽你只咩是叫狗啊？伊是個做是安尼叫來狗啊。特別叫狗啊，嘿，安尼無人嘅隻रूम 裡面，隻रूm 裡面人知啊，安尼無可能 topic 嘅，無可能一個人講話。哦，我看到啦。嚇，係咪叫咩？誒。你叫啊？冇。你叫啊，玲啊 ？Hello。啊，你叫啊，玲啊，你隨掉啊？講佢隨掉。咦，了個別行，咱個別行食這 dessert 上面呢？啊，幾行呢？誒，做咩數要食這哈？啊，咩做咩數喺度食這時候？係你我會記，你我大波人講bar of soap 伊叫，伊講成個一沙本啊，哼，但拍得有根機關。狗啊，對，叫狗啊，毛毛菇，哈。一個有，當時一個別項物件，我第一時間食，嚇，了個係咧，誒，你捌食過咧lunch meat哦？哦。真好食啊！lunch meat 唔是食錯嘅咩？無啦，人講食這 lunch meat 啦。係你OK。but 伊味素淡薄無香哦。係啦，特別對啦，人唔是吧？特別怪香溫嘛。我會記啊，真係久之前，我係cousin啊，我係little cousin，伊人細漢嘅時，แล้ว我人去食正，去伊 restaurant 食，แล้ว伊人看到有一片嘅，係你肉，
伊人上講是正嘅吧，然後伊人煎加成個 chicken chop 係咪 lamb chop 係咪真正香，然後伊人就靠條咬，我人學女啊坐落來食，然後伊人夾第一喙，我看到伊人面我梗係好笑呢，伊人講係咪係，然後我係媽講，哦，這是鵝嚟，鹽啊，因求靠尾伊人未曉食，所以我伊人學我了大人伊人食個了。特別迄個，是假啦，做假。做假，แล้ว伊下邊個寫了係咪 chicken 啊，係咪，แล้ว特別是意思安尼呢，唔是正嘅。然後人就叫做夾個真真濟，然後到尾干那食飯啊，配淡薄菜。有得不要食嘅了。見那神啊，我看你叫我係小英嚇，對啦，係小英啦，對，係男嘅叫咩？講男冰食嘅青食嘅啊，男中佢哋叫咩啊 ？Please 浪仔哦 ，chat room 嘅人，等我叫我報上 chat room 嘅啊，等我 chat room allow。係你 diamond 嘅 shape 嘅我暑假食，對，係你叫個啊咯嚇，冇咩啊？個啊。啥事啊？未曉講。哎呀，你請個硬嘅啊！你看到轉水管係你拎嘅喎？看不到，冇你等到 Skype 呀？我用款，咱只看。你看 chat 嚟看到，我叫你 chat 嚟。這裡300張嘅 chat 嚟，一邊看你看到。讓那是鹿港很屌嘅人去看咧，時候應該是甲我講到啲鹿港嘅話，報數啲鹿港嘅。女藤好像唔是，女藤 MC 是女藤咩？嗰有人食廣藤啊咩嘅咯？廣藤都冇。我頂住廣藤 actually 唔是食菜本嚟食嘛？係啦。你好眼睛。你小英，我看到伊小英裏面咧，我才驚食咯，伊迄個。女係土豆，我會記到你唔知叫咩？有係土豆咩？你真係食係土豆是唔是啊？你啱食咩？冇啊，不要叫。哎呀，我知冇係土豆嘅喎。即係隔了食真脆大咯。做咩水？sugar 管嘛，sugar 嚟到真係管。苗講白糖糕是白糖糕是你個話呀？白糖糕是講古話嗎？白糖糕唔是嘅。一個特別我講嘅是你女嘅冰食加青食嘅。喂，即我啱特別講意思阿媽啦，伊講bar of soap 伊講，你個食 bar of soap 啊。哎呀，別記想到咪見，但是講到想到嚟講很屌嘅人甲我講 chat room 嘅時，喺chat room 咪甲我講不就是去本來學嘅.com 嘅朋友以後 comment 你即 episode 嘅時，寫到啲啲 comment 你看下，即係硬晒 check 叫咩個話，我媽唔真係知啊，我 phone 同阿媽，你媽講話是唔是叫講啊？係咪講話是唔是叫講啊？真係是。真係叫講啊，聽過嘢看。講啊鬼啊！講啊，真係因為麻仔咧，等我講下麻 online 咯。我仔住另外一樣仔，有可能冇白仔。阿方到啲，我方到我 try 過伊個仔上面啊，方到一塊，一個 still 到啲 restaurant 個唔知，哎呀別痛，冇安呀。แล้วก็แต่มา講我講掉你唔知有聽到是蘭真米是食這蘭真米你捌食過唔捌咧，冇聽過嘅。你去吹看你第時我就係對啦未？我就係對啊。話你 Q 好啲物件，講 OK 甲你講哦，我安尼好奇啊！你平時到Australia時就冇咩在嗎？冇啊！你時間冇啱，你 topic 冇啱。哦，你9點我11點咪你請假日起先3點鐘，你9點我12點啊。哦，係你個驚同學？
唔是啦，我 because 人 Sunday 去 Chinese school 嘅書。哦，你早起就會查查上緊去。對。啊，你特別好個仔你學起都知道，現在咯。啊，冇你老我就 actually 我都 KL 我別在路，比較 KL 嘅 shopping 嘅，嗰邊出去啊，我就去 KL。哦，我考慮報所講 OK 啊，在路。你是你小兩路嘛？哦，個小兩嘛，你對 actually 都唔捌嚟，本來學嘅人錄音過，你是老早是聽隻歌嘅。有啦，有幾多刀咧？落刀係點？我講咩？未記啊咯。隻歌啊，你是特別聽到是我是特啲我成日知是你對嚟，本來。對，試過嘛？啊，未勁係嘛？佢記啊，佢記。誒，我冇看到你笑影嘅，你笑影。冇影啊，一真係冇影咗。你影意思啊？神啊，你到底有邊車啊？你？有啊，你了真係估了。你邊車？你報是笑影咩？我冇行到去冇影了。你那是有行是啊，帶我那是啊，你我家去看。啊，OK，有影時，但係笑影啊。你翕只字嘛？你成見過你大粒。你成見大粒嘅。你我當緊我拍電話學阿莫丹個，你讓想下不知你去吹看你隻誒蘭州米啦，我不知佢知道隻上門啊，你個隻蝦咧，阿莫丹嚟啊，阿莫丹。OK，sorry， 我等下教我 family 去過你 ，sorry 啊。哦，唔要緊，你另外隻 family 就正嘛，你法國嘅歌。當今講係咩？當今上個我哋講就係隻姐，哦，差唔多未了。隻姐我哋，你別講快講，你隻姐你是個隻咩？嚇，未必你知講你隻姐誒，我嘅報數你看你隻你去隻你看，係你個報數係即係小英啊，人隻姐是隻菜是講嘅，是隻你 dessert 啊，甜可能啊，你看你在叫咩名？我係冇。係你未看？伊兩種啊，伊有一種是你大門嚟型嘅啦，伊是白色嘅，你是甜淡薄定嘅，另外一種是嫩嘅咧，青色嘅紅色，佢每日嘛叫咩？哎呀，我係嘛啲我係阿媽嘅厝。你拍電落去，拍電落去。咁樣佢拍電落去，我未知。哎呀，當今我跑伊啦。係啦，感謝。你講邊咧學嘅你冷數有？我係落 speaker， 我係落 speaker。OK， 係啦。我未聽。係 OK。有個滴咯 ，interference。calling 掉嘅，真係。有 interference。伊電話先interfere 呢？你電話算 interfere？好 OK， 哎呀。OK。媽媽，John 問啊，有一個雜菜粿啊，係咪橋啊？解講啊，我分弟弟。哎呦！OK 啊，快點上來啊，他們差不多要完了啊。我等你，你起來啊！我去 ，because 也小弟啊，我係問講實際，我係新椒啊，對嚟咯。哦，三姑。OK， 你各位走啊，300啦，真拜拜，感謝哈。OK， 我未夾做，拜拜。拜拜。拜拜。跟媽咪講嗨啊，拜拜。跟媽咪講嗨。寶寶喳喎，特別寶寶喳是喳姐咩？我話嗌教到講上話，等陣。你咪要講上話嗬？嗱，講嘅啦。講咪夾嘛。深刻你看呀。嗱，講咯。你咪等佢就來一回。未過啦。我就講嘢背嘢咩？背起來咩？背起來，意思啲樓卡嗬。當緊起來。我等佢就來。你冇咪擼咧？你擼個技術家姐物件是個安裝係呢？
你有聽過 spring roll 無？裏面包菜。有啊。你我對見食哦。冇擺啦，裏面。冇包。嗯。特別我都是講用薑啊、ginger 咯，係成個煮菜安尼款咯。你暑假？冇暑假咯。會使食薑咩？未使食蒜頭，特別使食薑啊？當見薑嘅好係嘛？你嘛名咪？ สวัสดีค่ะ สวัสดีค่ะขนมหลากนิชากินเดี๋ยวนี่มาของร้านนิชา歡迎那個龜咯，係咪龜？歡迎你名咪，等陣名你嘛名咪，學你嘛隻名聲啦，華名。哦 ，thank you 啊，華名啊，你要叫華咩？華啊，笑，咁咩笑？阿莫丹笑。我未有。三百八陣呢？你見三百八女陣，叫你講 hello。咁咩鬼鳥啊？叫你叫鬼鳥。鬼鳥一個水一個白。嚇，一隻龜你看到小英啊？叫果啊。果啊對，特別係白色啊不青色嘅顏色，本叫果啊咩？你就有一種果啊是定定嘅咩？有。有是叫啥個？有叫綠豆的啊，用綠豆做咪是綠豆果。哦，嚇對，特別伊一種青色，你女呢？女本叫果啊。用嗰個叫果嘅。哦，因為伊有這是白咧，裡面有嗰啲圓一抓嗰啲藤嗰啲綠豆，可能嘛。唔知我嗰個叫果啊，就對啦。哦，不是，嗰個叫果啊。哦，OK。鬼鳥感謝嚇，鬼鳥。我就是在講話。哥哥做嘅。哥哥甲你講，冇哥哥對啊，哥哥走啊，哥哥講要去走，唔使做物件，特別叫你嘅小弟叫你阿莫丹，甲你講，跟媽媽講 hello 啊。係，係。感謝，誒，等陣，อันนี้鬼鳥咪走過。鬼鳥咪你是個食啦，食菜啦，是去到底食呢？是叫，因為伊奶奶伊奶媽，講伊是食菜當姐。哦。所以上輩不真出個食本嚟伊媽煮嘅姐。哦。有話對伊媽咯，伊媽搞煮姐物件。安怎伊煮咩物件？啊，一出名嘅牙手嘅菜係咩？yang cuci pulau ikan. Ayo, nyonya ko lah, pulau ikan. Yang kayak kau cuci pulau ikannya, hale acat. Ayo. Yang aku cuci hale kem cai ya, hale sa cai boy ya, cai. Oh. Yang suka cian hon ni. Ini cai boy ilam miu ha. Ada平時人係小白咪杜卡咪咧。Yang polo yang hai ilang ni cai liao ni kan hai saka. Yang 食菜白啦，有食菜迄個雞腿嘅面啦，食出嚟嘅凍落去先啦，嚟食菜啦。係啦。你看咯，有係長毛係很少過咪個料咯，上個人煮食菜就對啦。樣食菜物件了。我聊啊，佢又煮成個樣菜，特別嗰是煎樣菜咧。係咯，少。了有哇，這是啷個手？了啷就是啷個出去個，佢食是較就是到處食本嚟。我啷較就是到處煮啦。你係佢要煮嘅時候，即係啷去買咧即物件，去到買呢店嘅。我正北蘭江本山度睇買啊即物件。哦，是唔是去買迄買豆嘅物件會買？我伊另外開素食嘅。哦，敢若食即物件啦。樣味是樣你成個雞巴，咪咁啦，是唔是打一定一就幾尖嘅？尖嘅啦，伊尖嘅本有，大本有。哦。要攞裝嘅，你會啷有煮即個燒鴨哦？有。講教我就煮一看教我，但係我冇做啦，你講下冇想下。我人係我向款。對。有麻油，麻油對，我未記講麻油嚇。有麻油，有係你豆珠硬食豆珠啊。對。有係椒青淡薄咯。有係淡薄糖。花椒粉。糖。糖啊。花椒粉呢？我係花椒粉咯。
對，嚇，安尼款嘅咯。你係去攪可以淡淡嘅咧。嚇，攪咧，學嘅去吹者。嚇，特別你是唔是對？嗰啲伊鴨裏面安怎包？伊個皮呢大，伊個豆皮。哦，豆皮啊，你豆皮啊，想要一規地來嗬。嗯。你免解咯，你煮啊個，成個煮沙豆啊。嚇 ，OK。煮沙豆嚇，煮沙豆咧嗬，你嘅去做喺啖去咯。做喺啖是，也係你慢慢攪嘅料做喺啖啦。做喺啖嘅嗰度掉啦嚇，做喺啖咧，你嘅去吹了。佢條拍唔知隻吹空隻。哦，可以打淡波個，可以計㗎，點解？啊，可以打啦，你嘅去煎，你嘅碰。喲，好料，我梗好料，我成日都咁咪煎啊，當劍。因為我快啲嘛。聽到啊嚇，觀眾觀聽到啊嚇，鬼鳥。啊，啲肉香對我啊。麻油啊，未見過。但係冇聲冇好食啊，就差真濟。係啦，對。哇，搞你對入邊咧食。แล้ว就是ลองไป成個講出去個好食，成個食多，睇特別是食這多喲，貴年。啊，有啊，伊是有叫阮去迄個愛淡，迄個吉樂士一邊嘅啊。青子站。哦。不，吉樂士。哦，吉樂士很正誒。啊，對。你講到啲樣到啲迄個賣因賣 souvenir 嗰邊，我嗰邊有隻 restaurant。係嗰邊，對。賣老好配嘅。哈，佢嗰邊食咯嚇伊。你因為食多，因為菜成隻款嘅呢？配講話。食多啊。嚇。伊有一道時候，我人friend 教因啊嚇，有人請過啲宴有 hotel 嗬，有。另外叫好我媽哋攞人食菜，攞食係咪有冇食係咪新鮮嘅啊菜啊，好料。哦，成個 duplicate vegetarian version 啊，喲。我食魚翅，有冇食魚翅？有冇食冷盤？有冇肯食冷盤？哦，笑，我愛，不過我對邊啲時候未去食啊。我攞人食菜呢，嗬，我一度嘅啦是俾人食醋嘅，攞你食菜。有一對調人，我講食咩樣食菜人對調食香，嗰樣是食菜嘅。好料，我不愛，我把刀對起時，我把刀對起時，我俾食醋嘅多，你就唔是嘅落邊食差別款嘅，我俾佢食多嘅。我俾零磅，我俾零磅，我俾零磅好似，特別南洋冇使，你食白隻食啦，我俾食咧啊。食幾 round？tata ji round，係啦，tata ji 2 round 啦，就幾隻 round，一round。是。我特別白多成，特別白多30半一對嘅實際。邊啲食未肥嘅 ，because 邊啲你食你直直流汗，因為物件個細碗，你食3碗都未飽。你物件較細一啲，但係我知道對其實我有肥本啊 ，actually 肥。誒咩？有啊，肥一個3。我條叫3碗係食飽感覺。特別我是公司嘅人咯，我別食，because 我別食這行款嘛。是，實在唔嘅啫，所以食味餸嘅。啊，食味餸啦，對。OK，感謝各位聽眾，阿姐讓最個咪補充個鬼鳥，阿莫丹我咪嘅補充。火了哦。好咯，搞你嘛計搞，你嘛不打對嚟參望啦鬼鳥。冇咩有點事啊。特別我嗰隻暗咗。แล้ว對啲阿莫丹坐你馬來啊不到，แล้ว個君主官咪嘅補充。我暑假食步步雜雜，一步步雜雜，隻菜是無相嘅限制你，唔使叫我味道啊，是唔是？佢係只行倒落去，先好食啊，可以。是咩？每話未必貴你知。哎呦，步步雜雜個加料。步步雜料，較早料嘅，你就白你煮嘢你可能係一樣嘅嘛。樣即係我冇記錯幾年前食嘅時候，樣係啥白色嘅味道啊，我冇記錯是叫味道嗬，當時。味道係咩？當時啊，咁咩啊？對 internet 隨住邊啊？味道係什麼？唔係蚊邊又唔是啊，美貌當時比較是啊。有人講啦，呢個而家加咗一個加料咯 ，compare to 冇就係是冇加料。
邊咧真正唔記得，但係你學期啦，你當見真正食了啫。嚟啦 ，join 佢好啲，你飛機票咩嚟？你食幾字？買飛機票啊！頂我頂正 local 啦，我是叫飛機較大city 有可能通食，成個冇食了咯。喂，你去成個即 San Francisco 啊，是去 New York 啊，啲 San Francisco 好正。因為沒有本地人嚟食啊，就再冇講錢嚟食啦。我特別人本地是會比較，但冇冇咩想，咁變嚟。啊 ，because 人家食正，人未使食即個，未使食下你話交個鹹。係啦，對。OK， 感謝，這個禮拜我特別嘉賓呢，都是對嚟大粒小英機冠最冠。Thank you, John。แล้วก็ตามมาเจ้าขี่แล้วหมอตันเนี่ยก็สำหรับลาจานฮอดเกาะสำหรับลาจานแล้วก็หมอตันเนาะแล้วก็จริงๆแต่เป็นหมอตันเนี่ยมาก๋วยเหนียวตัว嚟กับวังกองอันนี้ก็ว่านั่งเห็นเดียวreporter บ่หมอแปะ打我條啊！offline 啊，別緊，少，伊可能個對處性啊。OK，感謝各位聽眾收聽啦，下個禮拜過來再見。頂一禮拜攏是講這已經過去啦，特別咱好節目啦，所以咱講頂一禮拜講去iPhone 嘅 iPhone， 所以這個禮拜咱講到對咧特別嘅，這個交往也已經過去啊。感謝各位聽眾收聽，下禮拜再見，拜拜，咁拜拜。拜拜。Thank you, John.